奖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6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6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；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，就是解说甲若有出入即非大定。即嘛就要来说来解释下面，下面就是行无对，两九文约，诗随业，七言，五事做客六祖，方印六祖以何为禅定？七言五事所说妙淡圆寂，体用如如。五蕴本空，六定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三性无自，理自禅寂；三性无生，理生禅想。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意思。在前面呐，就是讲这位贤彻大师啦，对地方禅师安尼讲啦，讲不见有无之心啊，就是常定。那既然是常定，哪里有出，哪里有入呢？若是有出有入啊，就毋是属于大定啦。那迄当时阵，这位地方呢，就无对啊。这个无对就是讲无法度来甲伊应答。迄边两九文约，就是讲伊要该回答呢，根本啊就想袂出讲要用什么款的话来甲伊应答。所以经过有遐久啊。两九就是讲经过有遐久的时间，就问伊啦，讲师随业，就是讲你这位法师啊，你到底是师随哦？这个师呢，就是继续的意思。就是讲你到底啊是得到什么人的法？你去亲近什么人？那为什么这个行无对两九才问讲师随业呢？在这个所在，咱来了解这位地方法师的心。因为地方法师呢，伊伫迄个所在来坐禅嘛，有20年啦。在这个20年中间呢，伊自己已经认为讲得到正修，就是讲伊已经得到禅的意义。就是讲得到什么功夫？即马一个互贤彻甲伊问来问去，所袂好应。当然，在开始时阵呢，可能啊，伊想讲我咧都无毋对啊。那搁一讲一较别的，就是讲是毋是呢？伊内心有一种一个不服的心理。毋过呢，即马互即个贤彻大师甲伊问，甲伊讲，伊根本呢也找袂出比伊讲的搁再较高明的道理来甲伊回答，所以在迄个时阵呢，师的心呢会生一种转变。转变法就是讲，我伫这个所在已经用功参禅20年，难道是毋是我搁无够额呢？所以一转啊，就想讲，若呢到底你是亲近什么人，你会当讲出这个道理出来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就变成有一种的清晰的意思啦。就是讲自己已经心有所降服啦，也要来清晰有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才问讲师随业，这边七业五事做客六祖，讲我的师长，我所亲近的呢，就是做客六祖。做客六祖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。
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是在做客啦，所以这名叫做讲做客六祖。迄边弘引六祖以号为禅定啊。迄当阵，即个智宏知影讲显彻大师啊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，而且呢，搁再听这位显彻大师讲一寡遮个禅定的意思。要拿呢，到底这个六祖啊，是以啥物来作为的禅定呢？因为这位智宏来回答的时阵，上去就是讲我是伫遐咧入定。呀，这个显彻大师就甲伊问啦，讲到底你是有一个心伫咧入啦，或者是无一个心伫咧入啦？有心伫咧入，变成我一切有情嘛入定啦。无心入定，安尼一切遮无情的操办，拢都是在禅定中。所以有心入也不对，无心入也不对。智宏虽然是甲伊讲，我正入定迄个时阵不见有无一心，但是显彻呢，随时甲伊讲，那实实在在不见有无一心，安尼就是上定。上定哪里有出入啊？有出入都毋是做大定咯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智宏就反倒转来甲伊请教，讲那呢，照你讲起来，六祖是以啥物来作为禅定啊？因六祖慧能大师所弘扬的是属于禅，那到底是弘扬倒一种这个禅定？下面切引五书所说妙淡圆寂，体用如如。切引就是讲这位显彻大师啊。就安尼呢，来甲伊回答讲五书所说啦，是妙淡圆寂啊，体用如如。五书就是咧指慧能大师啦。讲我的师长，我的亲教师慧能大师所讲的乃是妙淡圆寂，体用如如。这个妙淡，妙就是微妙。淡就是淡然，就是讲真微妙淡然，安尼叫做妙淡。这个圆寂，圆呢就是圆满啦，寂就是寂然。这所讲的是啥物呢？就是咧指法身，在《楞严经》原来就咧讲妙淡总持不动尊。这个妙淡总持不动尊的妙淡呢，应该是咧指这个法身。法身是无常的物件，法身呢是淡然不动，无作无为，但却是遍一切处，不生不灭。在这所来解叫做妙呢，就是微妙意思。这个微妙意思呢，会使你用两方面来解说。一方面的解说就是讲，用迄个真空妙有的意义来解说，就是讲法身呢是真空，但是呢真空却是种妙有。有一名讲做真空不空，你唔通解当作讲真空实实在在空啦，哇，说无半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叫做真空不空。这个真空不空，既然是不空，就变成有咯。这个有是毋是咱世间所看到的这有为法呢？毋是，乃是一种妙有的存在。所以第二个讲妙有非有，这个妙有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。这款的不可思议的存在呢，毋是咱现在是看会到，或者是世间或者是事物的存在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妙有是非有啦。因为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啊，所以这名叫做妙啦。这个微妙的法身是无常，因为是一种的理啊，所以就是淡然圆满，寂然不动。所以伫遮所讲的这个妙淡圆寂，即指法身。下面讲体用如如，这个法身之体。甲伊这个用呢，乃是如如。这个如如呢，
也使甲当作讲就是无差别，也使甲讲做不动摇。在方僻禅师传心法也话来讲，讲如如之体啊，类如木色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色不改，无灵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特色。这个如如之体，就是讲这个如如不动的迄个心的本体。来，敢若像啥？像这个木色，就是讲像插头、像石头，是不动不摇。但记好哦，伫遮所讲，叫做讲做类如木色不动不摇呢，这是咧指讲无妄想的分别。用这个无妄想、无妄念分别讲起来啊，毋是属于有情啦。这个有情就是有分别的咯。要无分别讲起来呢，会使咧甲伊譬如讲像讲插头、石头是不动不摇。但是咱毋通甲伊误会毋对啊，毋通甲伊当作讲即个发心真是就像插头、像石头啊，那安尼呢就一插咧几落万里去啦。毋通甲伊解说毋对。外如虚空，讲对即个外界讲起来呢，敢像即个虚空。虚空就是讲空空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就是不色不改。讲袂去互伊踢掉咧，也袂去互阻碍掉咧。无即个灵所啊，即个灵就是约主观所讲，所就是约客观所讲。无一个主观，无一个客观的对立，无方所，就是讲也无有一个存在的迄个方向的所在，也无相貌，也无特色啊，无讲什么时阵去得到啦，什么时阵去无去啦，无即个道理。就是方僻传心法要内底所讲的这个如如之体的意思。在大乘义中呢，就在讲这个如如，讲这个如如是啥物？讲如啊，这个如如啊，就是属于正智所刻之理啊，就是讲这个真正的智慧所契合的道理。讲因为诸法体同啦，故名为如。这个如者就是不异、无差别的意思。就是讲，伊诸法的体性呢，就是这个尔，无第二个，所以名叫做讲做如。讲就这个一如中啊，伊的体啦，可以讲是避了法界形沙的佛法。所以呢，一切诸法啊，拢都是啊，在这个自性的体性中，即下所讲的妙胆圆寂体用如如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禅，毋是咱一般伫咧修的即个禅。咱一般伫咧修的禅，当然有入定有出定啦。即种的即个修的禅呢，当然就有入有出。六祖慧能大师的禅是已经有体会到妙胆圆寂的真如佛性，就是讲自心体性已经体会到了，也将这个自心的体性来发挥的妙用啦，就变成一种的体用如如。这个正正就是在前面所讲的无有这个有无的心啊，就是一种的禅上定。既然是这种的上定呢，根本就无出也无入。所以用这个意义讲起来，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并毋是有入定有出定的这款的禅，乃是相自不动的禅的本体。也虽然是讲体是相自不动啊，但是这个用呢，却是随缘随时拢显现着伊的妙用。安尼才是遮所讲的体用如如的意思。因为讲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啦。讲这个五蕴呢，是本来就是空的五阴，这个阴呢，就是一种的介乎的意思。那这个蕴呢，就是一种这个积住的意思。这个介乎就是讲这五项将迄个真正给砍掉了啦。这五项是啥物呢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色阴就是咧指
所有一切即物质啊，凡是有形象的物质啊，即拢是属于色。第二，即个受阴，即个受就是讲对着境啊，来纳受着外边的事物。所以这受就是一种的心理的感受。想呢，这个想音呢，就是对境啊来想象事物。这就是属于想音。这个行音呢，就是讲对这境界一直啦，伫遐个分别无当紧呢，在内心啊，搁再有一种的贪嗔等等的在动作。也最后这个识蕴，就是讲对境有了别事物的心的本体，合起来就叫做五音，或者做五蕴。这个识蕴外表物质，这当然咱容易了解咯。凡是所有一切外表物质的，这就是属于识蕴啦。也这个受就是讲你有一个心的作用，所以对外表的物质的，都是一种一个感受的作用的。这个相蕴就是讲你感受了后呢，搁伫遐甲伊去分别、甲伊分析。那这个行蕴就是讲你不断分析中呢，就变成啊，在内心呢有所行动啦。这个内心的有所行动呢，也会带着你的嘴，或者是讲你的身躯的行动出来。也最后这个识蕴呢，就是前面受想行这三蕴的本体，所以一体。咱即马对这个受想行这三蕴啊，前后深浅的作用的次数啊，伫这所在个，甲咱各位说明一下较清楚。受蕴啊，这是讲做受阴，就是讲感受、纳受外面的境。当咱目睭来去看到外面的物件，迄当阵外面的物件呢，会走入你的心中来，你甲纳受入来。然后收入来了后呢，这个相蕴啊，就伫个所在甲去分别讲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原来就是一蕊真正水的花。啊，这蕊花我足介意的咧。迄当阵呢，心一直伫想，想了后呢，就转入去这个行蕴啊，想袂好困，结果呢，就生起这种这个贪爱心。贪爱心要安怎样呢？当然啦，你假定讲若是本身呢有一点仔囝即个道德观念的人，这蕊花是真水，我要爱一定爱用过一个正当的方法来去共摕，来去得到这个物件。那当然啦，就会晓讲要来摕钱共买啦，或者是讲就甲这共款的花，我来去别里买嘛买有啦，我来去买这蕊花。但是呢，已经心有所决定啦。为什么有所决定？因为你看这蕊花，你心伫个所在分别无休困。所以你才有这款的决定。假如讲你若是无这个道德观念，讲这蕊花真水哦，无人伫遮我偷摕也毋知影。害啊！你心有这个决定，有这个贪心了呢，你手就去共偷摕这蕊花啦。所以这个行蕴啊，在念念去分别中间呢，搁再会有一个决定的作用，采取行动决定作用。也即所有的心的迄个本体呢，拢就是这个识蕴。识蕴就是最后一个识蕴，在《阿含经》伫咧讲，色如糍粲啦，受如虎豹，想如野马，行如芭蕉啊，识为幻法。这个色如糍粲，就是讲这个色蕴呢，敢若参像啥物呢？敢若像迄个水泡共款。这个水泡当然你甲冻咧就破去啊。这个受呢，像这个虎豹。这虎豹嘛是共款啊，嘛是像水泡共款啊。这想如野马，咱心一直想，咱名叫做心高意马。心啊，伫遐咧哭哭，想东想西。这个行如芭蕉，这个行蕴，这个物件也无一个实体啦。无这实体就像这个金蕉共款。然后你金蕉呢，无金蕉长无心，你只要对外面呢，安尼一号就甲拔到尾拢无去。毋是像咱普通的树仔，讲外面是皮，内底就是规个树仔钉的，迄个金蕉无啦，无一个中心伫咧，那就是表示讲无一个实体，也实为幻法，就是讲咱最后是个本体啦。
就敢若像迄个变魔术师所变出来迄个物件。为什么呢？这拢是由一念无明所演变出来，所以一切拢是幻法。才讲做五蕴本空。本空就是讲本来就是空的。敢像讲水泡啦，像野马啦，像芭蕉树幻法，这毋是空是要该讲啥物呢？所以讲做五蕴本空。下面讲六尘非有啦。这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色尘就是在指外面所看得到的一切在形形色色的境界。声尘就是听得到的音声，香尘就是芳草的气味，味尘就是咸酸苦汫，触尘呢就是咱身躯的感触。这个法尘呢，就是前面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啦，也影入去到心中咧，就变成一种这个法尘。也这个六尘啊，非有。六尘呢，本来就是无的物件。为什么讲这六尘本来无呢？因为这六尘的境界啊，无那是共款，拢是一种的幻化不实。所以严家大师正道歌就咧讲：梦里明明有六处，觉来空空不待迁。咱所看到有这六尘的境界，乃是因为咱的心念的分别心念的颠倒。若无这个分别心，无这个颠倒心呢，当然啦，这一切都拢无去啦。下面讲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啦。讲因为这个五蕴是本空，六尘是非有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呢是不出不入，也不定也不乱。这个出甲入，就是讲有一个入定呢，当然就有一个出定啦。也你有一个入定，变成讲有当时就是定的时候，有当时就乱的时阵。因为妙胆圆寂体用如如，这个自性本体啊，本来呢就无出。那既然是无出，哪里有入呢？当其时呢，这个自性的本体本来就是妙胆圆寂，根本就无乱。那既然是无乱，为什么还搁在定呢？咱必须了解，这个入定啦，或者是讲出定这个问题，因为咱有从这个禅定中出来，才有需要搁再入去迄个禅定。因为心有乱，所以爱该将这个乱心该收缩到倒来，爱互伊会当互定。安尼呢？才是有出有入，才有禅定的意义伫遐。不过六祖慧能大师已经体悟了诸法实相的真理，就是讲会当好体会到咱众生本具佛性，众生本具佛性，甲诸佛所证菩提涅槃，真如啦、一真法界啦等等啦，名称虽然是无共款啦，但是呢，共都是一个物件。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遮定来？伊已经体悟到甲心的体咧，本来就是无一物的物件。那既然是本来无一物，哪里有出定，哪里有入定呢？本来是无一物，哪里有定，哪里有乱呢？所以用这个五的境界讲起来，你家讲有入定，或者是有出定。或者是讲本来散乱啦，现主是呢要将这个心界统一起来。这呢讲来讲去啊，拢毋是伫咧讲心的本体。讲来讲去呢，拢是咧讲咱众生一念不觉，也有生起了烦恼妄想以后的代志。但是咱各位必须来了解，六祖慧能大师因为伊是有得到开悟的人，所以约迄个根本所讲，咱现主是呢还未开悟。所以虽然遮讲起真正深，若是有出入啊，毋是大定啦。也六祖的禅是不出不入，虽然是安尼讲无毋对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无毋对。毋过咱现主是咱众生心已经是乱啦，所以就爱互伊定。咱众生心毋知走到倒位去啊，所以就要来去入定才会使。所以咱了解这个理，咱一方面咱是还搁在修，
修到最后，咱毋通有一个法执，迄当时阵呢，才会当好得到什么究竟。注意听清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